哈萨克斯坦举行了针对中国的抗议活动，集体在阿拉木图市政府前的示威者举行示威，以抗议中国的扩张和殖民主义政策。该团体要依赖中国的政府辞职，他们大声喊道：“你们不负责国家人民的安全，你们到底是谁的人？”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的镇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阶段。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，现年60岁的清真寺伊玛目阿布利兹一名于2017年在喀什新城区被捕，原因是参加非法宗教活动和非法传教。他的儿子和女儿也被拘留，他们被迫签署一份针对父亲的起诉书。他们在群众面前大声宣读了起诉书。埃及一名知名社运人士今年3月因缓刑获释，今日又遭逮捕。埃及知名社运人士布洛克·法塔赫今年3月被假释，他先前因未经许可进行抗议，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。法塔赫是自由派的青年领导人，他是2011年埃及人起义的最初领导人。也门的胡西人声称他们在沙特阿拉伯占领了350平方公里的面积。他们声称他们占领了包括军事营地在内的350平方公里的面积。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·萨雷亚上校28日向该媒体宣称，在也门与沙特两国边境发生一场袭击中，沙特3个旅的士兵在沙特奈吉莱附近投降，上千名士兵被俘虏。SpaceX 高级经理埃隆·马斯克推出了星际飞船火箭，旨在将人们运送到月球、火星和其他星型。马斯克在德克萨斯州的 SpaceX 基地试发了这枚新火箭。该航天飞机的 Mk1版本实验在1-2个月之内就完成了。马斯克说，火箭将在到达约20公里的高度后垂直下降，从而返回地球。成千上万俄罗斯人星期天冒雨涌上莫斯科广场举行抗议集会，抗议把重点放在政治压迫上。示威者们高呼"释放政治犯"等口号。俄罗斯内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，大约2万人参加了首都莫斯科的抗议活动，而25000个非政府组织说，在最近几个月的莫斯科抗议活动中，数百人被拘留，许多人被捕。